闻名世界，全球绝版。在四川黔尾人看来，他们的小火车比大熊猫还要珍贵，因为这是全世界唯一还在行驶的客运蒸汽机车，每天他们就靠它进出大山。今天，矿工食堂老板小黄略显焦虑。作为一名主打怀旧风的美食从业者，他急需为自家小店的菜单上添加一道意义特殊的菜品。既然我们这矿工食堂，那你的就矿山旅游嘛，就觉得看能不能找一找以前那种感觉，当然就是做一个火锅。在黔尾有座历史悠久的嘉阳煤矿，原本的矿上生活区八沟镇，如今金属工业风十足，已经变身人们外出旅游的打卡景点。而坐落在核心点位的矿工食堂，就成了人们想要搓一顿的最佳去处。作为在矿区出生长大，既当兵扛过枪，又开过火锅店的矿二代，怀旧风就是小黄心里的情结。虽然食堂里从来不缺少越轨鸡、铲铲菜这样的怀旧菜品，但他始终认为还是缺少一个点睛之笔。我就觉得以前我们父辈他们吃的是什么火锅，他们既然说他们吃过火锅，我就想看能不能把这个火锅给它还原一下。坐上小火车去采购食材非常方便，因为前往山外世界的道路永远不会堵车。但是，想复刻加创新一个火锅，却并不简单。除了食材新鲜、料足，还得经过老矿工的检验。小黄买菜的功夫，他邀请参加试菜的2位老师傅，已经坐着小火车进山了。我是73年12月份参加工作进了嘉阳煤矿，然后在警队干了2年，结果就马上就这个调在外头去，倒了2年车，试了2年就一直往这个机车当司机，一直当成退休。而不同于柳师傅，同行的张国红师傅退休后变成了兼职导游。今天他的任务很重，是试菜的主要传局人。那个时候吃火锅是很艰难的，一般就是说喝一喝小酒，大家就说哎下了班了累了，来参谋室友喝一点小酒就想吃火锅，很不容易的。复刻，要做就做彻底。火锅对于老矿工们的吸引力绝非其他美食可比。大山深处，火锅口味虽不比重庆火锅那么复合多元，但小黄觉得也要自带一股浓烈质朴的范儿。今天他准备做个鸡火锅，尽量还原当年的老味道。食材虽然单一，可味道绝不含糊。凭着开过火锅店的经验，小黄对底料和食材的使用既老道又不乏创造力。浓香的鸡汤是底蕴，郫县豆瓣做完美陪衬，鸡肉经过锅子的炼化，嫩滑香醇。原本普通的蔬菜也受到了熏陶，变得鲜香爽口。而这就是老矿工们心心念念的时代佳品。这是家里面很常见的佐料那些郫县豆瓣嘛，这是川菜肯定必须用的，然后老姜、蒜，还有干辣椒、干花椒、胡椒面、辣椒面，就这些很简单的东西。当年吃火锅是奢侈的，如今吃火锅却是怀旧。对于老矿工们来说，那些曾经澎湃汹涌的青春岁月里，不光有汗水泪水，更有一起围炉的酣畅淋漓，简单快乐。我们都是矿上的儿子，所以说继承了矿上的一个光荣传统呢。火炮吃土，火炮热，
人是当年的人，菜是当年的味儿。在张师傅和小黄父亲的努力下，这些也曾年轻过的时代弄潮儿终于重聚在煮沸的火锅面前。大家谈天说地，仿佛一瞬间就回到了那个火红的岁月。关起来，回忆我们当时的青春年华。我们曾经流水有来到今天，我们仍然健康，仍然快乐。说你们就健康上头。好，干了，关起来，干了。老矿工们尽兴，小黄两口子特别开心。试菜虽然是关键，但让这些老人们来一次重温当年记忆的重聚机会，才是最核心的目的。小黄的执着看来没有白费，本轮试菜在高昂的歌声中宣告成功。打明天起，矿工食堂的菜单要上新了，名字就叫矿工火锅。